英特尔科技公司伫台北举办论坛，因的执行长季辛格是讲 AI 人工智慧即马就是趋势。虽然是无讲到伊的对手台积电，也毋过伊是有讲到玻璃基板的技术，甲咱台积电有互相比拼甲拼场的感觉。 英特尔执行长季辛格七日早起出席科技论坛，演讲进前，伊将日前南华小董事长施宗腾等电子业大头家，显示台湾供应链对英特尔占有重要地位。季辛格强调，未来人工智慧会无所不在，涉经济世代也要到位。不过，上互外界仰慕的是，伊亲身展示业界第一款用伫先进封装的玻璃基板。The next generation of not only what's beyond 18A, but also what's beyond in 3D packaging as well, underway with glass substrates as well. 英特尔推出新一代玻璃做基板的先进封装方案，未来第一段一封装应用到一条的电晶体，按算2026到2030年开始量产，会突破传统基板限制，和半导体封装电晶体数量极限上大化，同时有更较省电加散热的好处。 应运用伫高速先进资料中心或者是 GPU 高阶晶片封装。这场论坛除了包含人工智慧、边缘运算到云端，也有新一代系统甲平台这技术。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，英特尔伫美国晶片法案补助得到上济好处，有希望得到数十亿美金的资金，投资生产美国军用甲进步的晶片设施。 它又是美国的企业，所以美国的晶片法案的资金补助给 Intel， 这是可以理解。钱大部分给了 Intel， 给台积电跟三星的经费相对就会少很多。投资者也无被爆出晶片设施，显示美国希望降低靠东亚甲台湾进口的晶片。不过，那英特尔得到这么多补助，这也显示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公司得到的资金会变少，恐惊也为台积电美国厂未来扩厂的计划投下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